西藏度亡經，中有文教得度密法。敬禮。稽首法身，不可思議，無量光佛。稽首報身，蓮花安樂，忿怒報尊。稽首應身，護佑有情，淨聖蓮生。稽首本宗，三身上師。第一日誦法。尊貴佛瑞，已昏沉，3日有半，色覺恢復，已將尋思，究在何處？已入中有，應即安之。斯時生死，正在流轉，所睹現象，無非光焰，無非佛像。此時天空，蔚藍澄明，大日如來，遍體白色，身登獅座，手持法輪，計有8幅。虛空佛母，兩手抱持，出自中央，法界眾土，現臨以前。此即色蘊，法以藍光，大日如來，現報身像，空舍藍色，法界智光，遍照以身，目為資源。同時天道感淡白光，亦臨以身。如因惡業，目觸藍色，法界智光，即生畏怖，而欲逃避。對於天道，慘淡白光，反生喜悅。以應對於閃耀明亮，藍色佛光，勿驚勿駭。當知此即法界智光，堅定信仰，向光祈求。心中思惟，此光係自大日如來空中發射，中有危井，直視可出。此光可謂如來恩光，天道白光，慎勿貪愛。如稍貪戀，已將立時，身遊天宮。中輪六道，輪迴之中，解縛之道，至此即止。是以應堅具信心，目睹藍光，觀想如見大日如來。隨同眾者，虔誠祈禱，無明束縛，流轉生死，法界智光，炳然照耀。謹懇如來，導引在前，虛空佛母，護佑於後。安全經過，中有陷阱，終入究竟，圓覺佛地。虔誠稽首，如上祈禱，以身將在危光輪中，交融流入如來空中。立時獲得報身佛道，住入中央，不退轉土。第二日誦法。最初一日，須以度事。亡者或因瞋怒業力，攝於佛光而欲逃避，或於幻相祈禱失效，則第二日金剛薩多不動如來率領一切隨從菩薩顯現接引，生前所造應墮地獄一切惡業，於時亦現。此時應呼亡者之名，念誦如次。尊貴佛瑞，心無煩亂，一心諦聽。第二日者，水大淨相，發射白光，不動如來現報身像，金剛薩多，遍身藍色，持金剛杵，身登像座，藍衣佛母，雙手抱持。地藏菩薩、彌勒菩薩、喜母女神、持花女神前後擁護，出自東方最勝樂土，現臨以前。金剛薩多現雙身像，空舍白色，圓鏡智光，透明燦爛，普照以體，目為資源。此光即係色蘊實相，大圓鏡智。同時地獄發射暗淡灰色光線，亦來勾攝。如因瞋業，目觸白光，已將畏怖，意欲逃遁。對於地獄暗淡灰光，反生喜欲。應知白光透明耀目，無非色蘊，大圓鏡智。金剛薩多
因光接引，勿須恐怖。虔誠信仰，心求庇護，禮拜祈禱。已應了悟，金剛薩埵，白色佛光，前來接引。光端如鈎，鈎已出離，中有陷阱。對於慘淡，地獄灰光，甚無貪愛。此已生前，忿怒惡業，積集成力，給入地獄。如為所惑，定墮地獄，受諸苦難，永不得出。解縛之道，終為遮止。是以應，心意堅定。目避灰光，勿生瞋怒。對於白光，應生信心。觀想如見，金剛薩埵，祈禱如次。生前親業，流轉生死，大圓鏡智，照耀圖次。如來報身，金剛薩埵，接引在前。藍衣佛母，護佑於後。安全使道，中有陷阱。終入究竟，圓滿佛地。虔誠稽首，如是祈禱。以身將在，巍光輪中，交融流入，如來空中。立時成就，報身佛道。住入東方，最勝樂土。第三日誦法，或有亡者，惡業障重，我萬覆蓋，須聞誦法，目擊光鈎，戰慄逃避。則第三日，寶生如來，與其隨從，菩薩神脊，在前接引。人道發光，同時照耀。再呼其名，念誦如次。尊貴佛瑞，一心諦聽。三日已臨，地大本質，將發黃光。寶生如來，周身黃色，手持寶物，身登馬座。佛眼佛母，雙手抱持。來自南方，光榮佛土，照耀以身。空藏普賢，兩大菩薩，念諸女神，持香女神，六位共現，菩提之身。自巍光圈，顯臨以前。如是黃光，具足光球。球之四周，眾星環拱。光芒四射，燦明閃爍，目為之源。此光即係受蘊本質，平等性智。旁有暗藍，人道黃光並行發射，競足以心。我見心故，睹此黃光，光耀幻目，定生戰慄，意欲逃避。對於人道暗藍黃光，反生喜悅。應知黃光，透明耀目，受蘊實相。心無緊張，虔誠仰受。已雖未發，虔信祈禱。須知此光，即係自身本色發射。佛體與光，流入耳體，不可分離。自此已可獲得佛道。縱未辨識，自色之光，已應信仰。思惟即為，寶生如來所發恩光，並應祈禱，求其護佑。應知此係寶生如來恩光之鈎，擊應信仰，慎無貪愛。人道所射，暗藍黃光，此係我見。強力積聚，前來勾攝，如為吸引，復生人道。生老病死，束縛仍存，永不脫離。污濁塵世，解縛之道，亦即終止。切勿注視，消除我見，斷盡習氣，勿為誘惑。同時應信，幻目黃光，一心無異。觀想如見，寶生如來，祈禱如次。我見業性，流轉生死，平等智光，圖次照耀。寶生如來，接引在前。慧眼佛母，護佑於後。
安全使道，終有陷阱。終入究竟，圓滿佛地。虔誠稽首，如是祈禱。以身將在，危光輪中，交融流入，如來空中。成就南方，光榮佛土，報身佛道。第4日誦法，縱令亡者，智力薄弱，上來誦法，當使得道，毫無疑義。間有亡者，雖已聞法，或因生前罪業深重，未發宏願，或無慧根，不能領悟，貪慳重業，幻成巨星，可報烈光。亡者畏懼，定欲逃避。在此情景，彌陀如來第4日間，與其隨從菩薩神隻現前接引，同時並有貪論所變，餓鬼道光照臨已身，再呼其名，誦念如次。尊貴佛瑞，一心諦聽，今屆4日，火大本質，彰發紅光。彌陀如來周身紅色，手持蓮花，成孔雀座，白衣佛母，雙手抱持，復有觀音、文殊菩薩伽陀女神、持燈女神，現正教身，來自西方極樂世界，自危光中照耀已身。彌陀如來與其佛母，空發紅光，光求四周眾星環拱，光體透明，閃爍耀目，直入耳心，不敢逼視。應知此係想蘊本質，妙觀察智，勿生畏懼。同時復有餓鬼道光，暗紅為色，並行發射，勿生喜悅，慎無貪愛。貪業重故，見此智光，心為之貴，意欲逃遁。反於暗紅，餓鬼道光，心生歡喜，紅光透明，閃爍幻目。應知此係妙觀察智，心無畏懼，應即辨識，虔誠信受，以身與光交融不離，立可成就圓滿佛道。如不正悟，應作思維，彌陀恩光，如應皈依，稽首祈禱。應知此係彌陀如來恩光之鈎，信受密頓，終以逃避，光鈎追隨，不離已身，切勿畏怖。淡淡紅色，餓鬼道光，勿為誘惑。此係自身貪着職業，反照已身。如再執着，已將墮入餓鬼道中。飢餓其渴，苦不能忍，超脫難期。解縛之道，自知終止。是以對於暗淡紅光，慎勿貪戀。摒除一切積習習氣，決定信受幻目紅光。一心敬仰彌陀如來與其佛母，祈禱如次：貪業熾盛，流轉生死，妙觀察智，光現圖次。彌陀如來接引在前，白衣佛母護佑於後，安全使道，終有陷阱，終究成就圓滿佛道。虔誠稽首，如是祈禱。以身將在，危光輪中，交融流入，彌陀如來佛母空中。成就西方極樂世界，報身佛道。第5日誦法，上來誦法，亡者聽聞，決定脫縛，或有有情，累世積習，未能摒除，或因惡業，或因嫉妒，聞法之後，目擊強光，耳聞巨聲，定生戰慄，因光之鈎，不能追及。4晝夜後，迷惘下墜，不空如來與其隨從菩薩神隻，發射恩光，前來接引。嫉業所感，亞修羅道，同時發光，亦來吸引。
應載夫名，重念如廁。尊貴佛瑞，一心諦聽，現戒五日，封大本質，將發六光，照耀以身，不空如來，周身綠色，手中持有雙金剛杵，身登棚座，救苦度母，雙手抱持，金剛手尊，隨蓋帳尊，散香女神，供養女神，六位俱現，菩提之身，來自北方，無上妙行，成就佛土，於危光中顯臨以前。不空如來與其佛母，空發六光，具足光球，四周復有眾星環拱，透明閃爍，目為之源，直射以心，不敢逼視。當知此係行穩轉變，成所作智，亦即自身本有之智，勿生慧心，安住其中。亞修羅道暗綠親光，同時發射，心無偏倚，勿迎勿拒，慧根如淺，切勿貪愛。親業重故，目擊六光，心生戰慄，意欲頓溺。反於暗綠，修羅道光，心生喜愛。綠色智光，透明耀目，擊應認定，安住其中。勿生畏怖，心中畫作，如是思維。此光即係不空如來，因光之鈎。應即信受，勿畏勿懼。終以圖頓，光亦追隨，不離以身，切勿恐怖。對於暗綠，修羅道光，勿生喜愛。此係嫉妒，甚深業力，發光反照。如為吸引，則將永墜亞修羅道。戰爭不已，苦不可耐。解縛之道，自知宗旨。是以對於暗綠之光，慎勿貪戀。摒除積習，決定信仰，幻目六光。一心禪定，祈仰如來，與其佛母，其土如廁。嫉妒熾盛，流轉生死。成所作智，光現圖次。不空如來，導引在前，救苦度母，護佑於後。安全使道，終有陷阱，終究成就圓滿佛道。如是虔誠，稽首祈禱，以身將在危光輪中，交融流入不空如來，度母空中，立即獲智，報身佛道。居住北方，無上妙行，成就佛土。